大家看清楚，係嘅次看下做安檢到嘛？嘅看下嘅次做安檢到嘛？服住緊司機咩攞過嚟啦？走下左邊穿窿左邊㗎，做企方，大家看下。走過喺龍左邊看啦，嗰啲葉小龍攞啦，馬上葉小又封油攞個，後面來龍，來龍呢從嗰邊來，攞嗰邊過來，到上面條龍呢車攞上面大個啦，馬上就跳就叫出咗就個啦，嗰浪呢馬上就轉封油過後，高起來都冚到馬㗎，高起來嘅。馬上就撞，照顧啦，嘅跳上塘高啦，塘高水上嗰座，係放大本大家看啦，大家看下嘅天，看下做安檢到嘛，嘅天喺邊樣啊？喺邊樣輔助，想照㗎。佢要邊把扶？看喎，講清楚問題，加企，加固，加固房，加固房啊，看清楚啊，哎呀，唔該要邊把扶嘅維護，係啲實處都冇要嘅，看清楚啊，個來龍咯，來龍房嘅過來咯，個來龍房嘅過來，好啦。半年 K 個呢，係只嘅犧牲電啦。大家要款式下，嘅犧牲啦我。大家款式清楚啊！介紹下攞個高粱啲酒嘅，攞地下酒行家黐起啊！看清楚嘛？做企，點樣左邊青龍㗎？唔要顧，大家看清楚啦，最近屠山來龍啦。即係屠山來龍啦，犧牲，我看清楚啊，嘅犧牲，佢上高呢裝嘅款呢又冇少，全部裝高粱，高粱呢嘅左邊呢就空了啦，就食嘅左邊呢就下去啦，嘅左邊啦，所以嘅提出地。講乜啲前邊冇個勁嘅犧牲，就拉龍台灣，我做到埋呢，做到長風刺旗披薩，3日有數，唔再攞個地下嚟啦，唔看啦，大家你看下犧牲啦路啦，大家宣傳啊，我有冇事買師啊？要買師就理解嚟咧嗬，大家。關鍵嘅服主要服啊！